死人爱姐打麻将，把被窝顶在窗户上，5毛进来放一炮啊，一直打得快点亮。分饭，赶上放啊，印身份啊，印单份呢，印身份，印单份，印身份干好的的，干好是干好的，就是没劲包。我干了，来屁呀！我干命的啊！我打给死的麻将了，我动一声负责赶上发。你不把劲，我单张发举得很了，我讲。嘣嘣嘣！哪个咯？是我嘞。你是哪个咯？我是警察嘞。我这个样。死人爱就好睡在地上的。警察进来喝个一跳，呀，我睡地上了。你们搞么子的嘛？哦，是是。我们开飞，开飞睡地上搞么子了？我们开料的。啊，站起来！哦，站起。爱进南抖么子了？我有听到。么子？不，我有病了。那到底是有听呢，还是有病？我又有听又有病了。那个塑料普通话讲得蛮好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做过播音员。你叫么子名字啊？干啥发？啊不，我叫张桂花。啊，那好歹的5毛钱炮。我问你好歹35毛钱炮了啊？哦，那么我30，我记得好像去年好像是67。我问你去年搞么子了？今年好歹的，今年61。那越活越废去的了。那我们超胡子永远是年轻。不打牌的给我干一次。好，我不是说我不能干，要干你他先干咯。我给他先干咯。他没得等很。他是专家。我专家先干。哎对了，那先干了。哈，我先干，我跟他干了，反正那现在我个人我就是个人不干不直啊，摸不着不透，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得了。我老实嘞，我个人一时细汉子的感觉自来自去，我是小城焖豆腐一清二白。今天我坐凳子倒豆子，我绝不得加到帮他分，反正干的就是不前因后果，因为所以而且于是大约。反正好看见的，那这方面的也是单方面，我跟这方面的单面也是单方面，我们俩加的一多不就是双方面？我主要是受得喝的，说是。你个么子乱七八糟个啥？你莫紧张，好，不紧张。你叫么子名字啊？我叫不紧张。我问你的名字，我名字我叫肯多洛夫斯基。你起这个外国名字咯？不是，这是他们跟我起的外号。他们看我脸上长得几粒麻子，就喊我叫肯多洛夫斯基。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名字，我有自个的名字，我叫做九毒。我还写信息那个啊，把打牌给我干一次。好，我干我嫂子我真的很。你有真的么子恨了？我真的西北恨。刚才他们一个打西横，一个打北横，打得我冷呢。你冷我不敢背我了，没得背我的，背我嘞，背我顶着穿不着了。取下来，哦，记下。爱姐们呐，我这个老祖宗呐，我晓得你们还很年轻，沉默的活力，你们是麻蛋不老生，日要奋战在麻蛋第一线。我代表楼上楼下左邻右舍。对你们表示浅浅的慰问，并致以100块钱的罚款。呀，我又睡地上的了，又开肥开料的啊！站起来！站起来！所以说你看那杆子干的好对，是不是？特别是罚款，我们表示坚决支持，就是没得剑法。不是我们保证我们挣钱以后，我们再也不打麻将了。我们从明天开始起，我们改打3打好。那也不行了。我这个明天开始起，我们一定早睡早起，锻炼身体，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。早上买菜，晚上带菜，2五八走奖，过把瘾就睡，让我一次万个够，要记代表我的心。所以说呢，明天会不会再来了？
叔叔，你看啥子爱情已经整个很了，我们这里正好3缺1，那个炒掉腿万年没有了。好，谢谢。